作為一個生活喺吉隆坡嘅外國人，面對嘅其中一個難題就係呢度嘅地方名真係搞到我好亂啊！喺香港有啲地方名，譬如係中環、上環、西環，你就咁聽個名都知道佢哋係附近嘅地區啦。咁喺吉隆坡呢度都有嘅，例如係西北部嘅 Bukit Damansara、Kota Damansara、Ara Damansara、Mutiara Damansara，一聽都知道係同一區啦。但偏偏有啲地方名就係專登要搞到你一頭煙嘅。有嚟過吉隆坡旅遊嘅朋友就一定有聽過茨廠街 Petaling Street， 而當年 Covid 大爆發，吉隆坡最早期嘅重災區就係叫做 Street Petaling。一開始我真係以為呢個地方就喺茨廠街附近㗎，結果我就梗係大錯特錯啦。Street Petaling 距離 Petaling Street 成11公里咁遠，揸車都要20分鐘啊！咁另外仲有個地方叫做 Petaling Jaya， 你又以為佢喺附近？錯啊 Petaling Jaya 簡稱 PJ 係一個好大嘅區域嚟㗎，出晒名食榴蓮嘅 SS2 就係佢其中一個地標啦。Petaling Jaya 距離呢一個 Petaling Street 成14公里㗎，同埋呢一個 Street Petaling 亦都相差18公里。就咁聽個名，你以為呢3個地方好近，可以一次過去晒？你以為係咁嘅話，就中招㗎啦。馬來西亞仲有啲咩地方名係好容易令人混淆嘅？留言同大家分享啊！